大家好，我是 Lian。有朋友在問我們如何用電視來看我們視頻視窗。其實有很多種方法，比如說用電腦用 HDMI 線連上電視機，這樣只可以看。還有就是電視機上安裝一個 APP，比如說這個 TV Browser 電視瀏覽器。但這兩種方法都不太方便。最簡單的辦法呢，就是用手機投屏鏡像的功能。那麼手機投屏鏡像也分兩種情況，有些手機可能帶有這個投屏鏡像的這個功能，它本身就有，那麼直接用這種功能打開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手機上沒有這個投屏鏡像的這個功能的話，那麼可以在 Google Play 谷歌應用商店裏下載一個 APP， 安裝在手機上，然後也可以這樣操作。下面我們來詳細介紹一下。我們先看到這是一台電視機，首先要保證電視機跟我們這個手機在同一個 WiFi 下，然後用電視機的遙控器打開電視，打開，然後這手機呢，我們是三星的安卓手機，我向下滑，就是劃兩下可以看到，最下面就有一個叫 Smart View 鏡像屏幕這個功能。打開這個鏡像屏幕，它會找到我們這個電視機了。電視機 TCL 也是安卓電視，我點一下安卓電視，立即連接。電視機上面就有我手機的屏幕了。新聞視窗網站，打開這個網站，比如說現在我要看一個普通話的電視台，我隨便找一個吧，比如說找一個美國中文電視，我們打開中文電視，可能這個稍微有幾秒鐘要下載一下啊。如果你手機性能好，就比較快一點，性能差的時間長一點。好，我們現在看到了，你看有一個三個橫，可以選各種的視頻。在這兒打開了很多，你可以選第一條好了，一般來閱，最新的視頻在上面。我們選中了第一個，它就開始播放了。這時候如果有人看全屏電視，那麼按小方框，它就是全屏了。我們電視手機電視就同步了，可以在手機上進行操作，暫停，播放。如果要退出的話，這個縮小，然後呢，這樣子，在手機上操作了，斷開好了，我們就看完了。好，還有第二種方法，就是你的手機本身它不帶投屏功能，不帶鏡像屏幕的功能，那麼我們要到谷歌應用商店 Google Play 去下載一個 APP， 跟剛才我們手機的功能是一樣的。我們先在這看，這裏有個叫 Google Play， 點開啊，我們進入 Google Play， 這個裏面我們去找一個應用程序，叫這個我們可以叫做手機投屏電視這個程序，或者叫 Cast to TV。 點這個功能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標 Cast TV 有5000萬的安裝量，我已經裝過了，就不再裝了。現在回到主機屏幕，這個功能點擊一下，首先打開電視，跟剛才是一樣的。這個是手機投屏，打開以後點擊這個 APP 打開。當然了，這個 APP 是商業的，可能有一些廣告。廣告過去以後，我們就在這找到這個屏幕鏡像投屏，一點開始鏡像，開始鏡像，它找到我們這個電視機，按這個，立即開始。對這個按鈕，立即開始。這時候就連接上了，連接上以後，回到我們手機的主屏，
打開我們的新聞視窗網站，打開網站，跟剛才一樣的，打開一個電視，比如講歐米尼電視台，打開這個電視台，它就已經有了，要下載一下，這時候就有這個信號過來了，我們就可以觀看，點擊它觀看，可能要一點時間下載，因為它視頻很大。這個電視台好像是比較慢啊，我用這個好了，還是用這個快一點？打開了，打開以後，我們看全屏，小康。好，就是換過來了，這時候看，手機和電視機是同步的。這時候如果要停止，停止就行了，然後把這個切換就關掉了。它是跟我們手機同步的。好，我們就到這裡，謝謝收看。